今仔日敢有真欢喜？欢喜欢喜真欢喜，有影真欢喜，有影就爱讲台语。好，讲台语真欢喜，可会当尽捌人生的好道理，对不对？对。台语要讲敢有撇步？哦，免撇步是安那？猪若敢讲，食讲，台语就会晓安尼讲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安尼老师问你，下早啊，你来读册的时阵，你敢有食早顿？有。来，老师问你，你食啥物早顿？牛奶。你食牛奶哦，啊，敢有配胖？有哦，吼，啊你咧？我有食胖。你有哪有食胖啊？啊你咧？我有食胖。你食胖哦，哦你拢最爱食胖，啊你食啥？炒面。炒面哦，哦，食炒面较好食哦，袂歹哦。老师透早嘛，啊最爱食炒面哦，所以你看，老师咧讲，啊你会晓应，对毋对？安尼就是讲台语，吼，啊老师嘛甲恁教做者念谣，对毋对？学念谣敢有足困难？无。只要你若敢讲，就会晓讲啊，对毋对？赞吼！啊，老师甲恁问吼，老师顶礼拜甲恁教的假讲的话，你会晓啊袂？哦，安尼好，请准备。假讲的话，做人就爱信，做有就爱看，应该可以两关系，做有的话爱说话，心情嘛有讲对口来劝说我，就你做伙两心都笑我。做人就爱信，做有就爱看，应该可以两关系，做有的话爱说话，心情嘛有讲对口来劝说我，就你做伙两心都笑我。哇，恁真正有够赞的，星期囡仔上爱讲台语，对毋对？爱食讲台语，较会真欢喜，对毋对？